德國柏靈至尊腦活素增強記憶力、暢通血管、加強腦部活力，屈臣氏有售。本文獲得作家馮睎乾先生嘅授權，轉載自馮睎乾13維度 Patreon， 標題係聖保羅學生之死。2月24號，香港傳統名校聖保羅書院約160名學生赴杭州交流考察，為期5日。到咗28號，校方稱一名學生喺交流期間不幸身故。有港媒好似《星島日報》報道係上吊自殺，但校方同教育局均未透露死因。據 Facebook 專頁 ConHub 同教育刺針所講，呢一個考察團係公社科必修課程活動，有教育局主辦，仲有教育局官員帶隊，所有高中生都要強制參加。而家一個學生喺途中不幸身故，事態好嚴重，惹來各方揣測。點解4-5日過去咗，依然冇人正式交代死因呢？官方冇說法，其他人自然會俾你一個說法。例如中國大陸微信公眾號呢2日睇到一啲港人 share 港小文 Hong Kong Connect 一個微賬信號嘅文章，題為香港名校學生喺杭州不幸身故，真相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？比香港媒體嘅報道詳細得多，乍看仲以為作者有啲乜嘢獨家消息。然而只要細心想想，就知道嗰個好可能係內容農場文。例如作者言之鑿鑿話，杭州警方初步通報稱排除他殺，符合自殺特徵，但我查遍中國大陸媒體，根本冇關於此事嘅新聞報道。官方通報喺邊度睇到呢？警方會通報咩？文章又話，死者為校內尖子生，性格開朗，赴杭前無異常表現，家屬稱其對交流充滿期待，質疑毫無徵兆為何突然輕生。作者知道死者嘅性格同學業表現，甚至連家屬嘅話亦能引用，睇起嚟消息靈通。但奇怪啦，學生身亡日期呢一種基本資訊，作者反而表示待核實，連事發日期都核實唔到，卻探聽到好多難以知曉嘅細節，好似家屬講咗啲乜嘢，合理咩？更荒謬嘅係，作者話香港立法議員已經公開呼籲，話要成立聯合調查組，確保程序公正。分明係編故仔。事實上並冇任何立法會議員要求成立調查組，只有1-2件議員表示此事罕見，形容為個別事件，唔會影響其他內地考察云云。文章來自港聞 Hong Kong Connect， 呢一個係深圳一間教育諮詢公司，其簡介係10餘年香港及國際教育經驗，香港3至18歲升學，香港本碩博教育，Hong Kong 身份福利資訊及辦理一站式平台。呢一個微信公眾號好可能為咗刺激流量，於是假裝大爆內幕，炒作聖保羅學生死亡嘅故事。睇到有香港網民話，點解大陸人報道咁詳細？理由好簡單，因為嗰個係小說，虛構嘅嘢，你要幾詳細就有幾詳細。此事發生以來，就連死因亦都眾說紛紜，有說自殺，有說哮喘，仲有人喺小紅書話跟欺凌有關。官方唔解釋，自然會以訛傳訛，引發不必要嘅猜疑、恐慌及陰謀論。我認為香港家長至少有權知道3件事：一、男生嘅真正死因是否涉及欺凌？若然係邊個欺凌呢？二、同行嘅教育局官員有咩責任？是否關注過學生嘅情緒問題？如何處理呢一類問題？三、呢一種中國交流團是否強制？如果係，點解要強制？教育局唔俾公眾一個說法，大陸內容農場就會俾你100個說法。官員如果有最低限度嘅責任感，就應該向香港嘅家長交代清楚。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嘅個人意見，並唔反映大紀元嘅立場。